主后2023年9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上帝袂试探人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雅各书第1章12节到18节。忍受试炼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伊有经过考验，会领受上帝应允，互听伊的人活命的花冠。人受引诱的时，毋通讲我互上帝引诱，因为上帝袂受邪恶诱惑，伊家己嘛袂引诱人。人受引诱是互家己的欲望引诱陷害。欲望怀孕就生出罪恶，罪恶成熟就产生死亡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毋通受欺骗。一切美好的赏赐，甲一切完全的恩赐，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。伊无改变，嘛无天体转色引起的影。依照家己的旨意，用真理的道来造咱，互咱伫受造的万美中有上重要的地位。上帝袂试探人。前篇提到雅各书写作的时空背景，是当当时的信徒拄遭遇各种试炼。作者劝勉信徒遭遇试炼的时，忍耐到底就有福气。来自上帝的试炼是带着祝福的应允。人接受操练会产生强韧的生命力，教育抵挡各种压迫和诱惑，到落尾会得到生命的冠冕，就是永恒的生命。作者表示，有一寡人伫经历试炼的时会讲：上帝在试探诱惑我，这是无正确的，因为上帝袂受邪恶的试诱，也袂试诱人。人受试诱是互家己的欲望勾引，落入伫罪恶的路网，直到死亡。试诱并毋是来自上帝，是来自人心中的私欲。人应该向家己所犯的罪恶负责。人若通过试炼，通培养出坚忍的品格，恒久忍耐，通互灵命达到成熟，对人有利益，家己也会当得到福气。基本上，现今台湾的基督徒有信仰自由，无像第1世纪的信徒会遭遇政府也是别人的压迫。总是伫生活上，咱悠然会面对欲望的诱惑。史上上大房市骗局的主谋马多夫，伊捌是美国华尔街金融巨头之一，却用诈骗手法吸引真侪投资人和金融机构投入资金，为家己累积巨额财富。伊的操作方式就是大量招募新会员，利用后期投资者的资金，互前期投资者当作利润回报。当有一日无法度承担应允的报酬，就恶意倒债，搁燎原真做影响全世界的金融海啸。这个史上上大的诈骗案，造成136个国家37000人受害，账面上损失高达650亿美金，差不多台币2兆。真侪人数百万的身家财产，一时之间化为乌有，有人甚至不堪打击自杀。
马道夫因为诈骗受判刑150天，关伫监狱到老到死。台湾社会一战过一战的诈骗案，也是利用人的见识不足甲贪婪的私欲所致。当人互私欲牵引、诱惑行动，就会受牵绊、迷失。私欲带着控制、支配、吸引的力量，就亲像幼稚吸引蜡物，互伊不由自主受带入死亡的境界。私欲互人袂当持续守调信仰，致使犯罪远离上帝。主爱的上帝既然互独生囝耶稣承担人类罪恶带来的苦难，伊就袂诱惑试探咱，咱必须谨慎，莫互毋好的欲望诱惑去，却甲所受的苦归咎互上帝。拄着困境，是互咱的信仰赞助通提高的一个契机。因为安尼，毋通甲生命的苦难看作是上帝的试探，也毋通掠做上帝的试诱咱，是毋是离弃伊的旨意。当咱对上帝有疑惑，是因为咱心中的欲望在作祟，信心在动摇。上帝用永远的疼来疼咱，用至情爱惜带领咱行过世上的旅程。忍耐到底的人是有福气的。默想，人因为私欲受威胁，遭遇苦难，搁合理化做上帝的试诱，实在是诡辩，搁毋认错。人因为私欲受威胁，遭遇苦难，搁合理化这是上帝的诱惑，实在是诡辩，搁毋认错。做伙来祈祷，主爱的上帝，我知影你用永远的疼来疼我，因为安尼，无论世途平顺通达，也是逆境倒乖，我拢相信有你同在，有你三角行眷顾扶持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